这是无色，哦，所以三角形就是这个意思哈。咱查看查得到，因为你有迄个，有迄个vision 啊，看问题解释再看有，我实在是看无哈。三角形，嘿，看下有三角形，额头挺胸哦。当然毋是即个意思啦，咱看下日本的解释，讲你看使三角形怀白有无？我拄则迄种行路是毋是？就是咱敢若配套来行路，就怀就白安尼。嘿嘿。就是你若看迄个戏剧内底，你若看人行路安尼，就安尼害吼，其实迄配套还是毋是啥物好人就对啦吼。嘿是。咱来看嘛三角形。布袋戏啊。对，布袋戏是较，大家都嘛你知三角形好多。我就讲你一般啦，真人你表演的，你搬戏的时候，是。你若看行路之前的拢是一般拢是小流氓安尼就对啦吼。你看三角形，一个叫做环心哦，拄则伊的翻译是啥？额头挺，绝对毋是这个意思哦。环心哈，使三角形。哦，这是你形容迄个动作无毋对啊，但是伊迄个动作主要是即个目的吼。你有看到我分享的嘛吼？无，你即马无分享画面。几部不是 ？OK， 三角形吼。拄则是讲额头挺胸，我感觉应该毋是这意思，但是我毋知影这安怎翻吼，翻新。使三角形吼，伊即只是咧形容迄个动作吼。是描述迄个动作，但是迄个目的就是这啦吼。看你敢若讲看你哦，伊卡拉，敢是卡达也是看，应该是卡达。这是。毋是无，我是伫迄个西迄个内底迄个。这念嘛是卡达后壁迄个有无西三角形后壁迄个字嘅解说。卡达哦，伊卡拉斯，敢是即个？卡达哦，塞比亚卡斯。卡达哦，伊卡拉斯。嘿。我无介清楚，这拢是应该是，这应该拢你描述迄个动作啦，写迄个动作吼。我就是认为这个意思就是应该是这个较，就是迄个动作的目的是为着这啦。特别互你看起来安尼有无？你要家己的这个身躯用甲敢若一大安尼有无？就用这种方式安尼。好，了解。要威胁人就对啦，要互人感觉讲哦，你就晓摆，你就有威胁性的就对啦。外八当然是这个哦，所以三角形，毋是干那你讲哦，这毋是干那一个名词是名词是名词无毋对，但是你当你讲使三角形的时候，绝对毋是你讲你的肩胛头。当你的肩胛头的动作是安尼无对，但是绝对毋是干那你讲你的肩胛头，是你讲你迄个动作要迄种威吓的迄种企图心哈，你的怀拔迄种企图就对了哈。要甲人吓啦。要甲人吓迄种气度啦，吼，这上重要吼。所以咱转来到遮，拄则是对读个三角形来，歹势，应该是拄则你读迄个度过来，咱转来这个。伊个西。西啦西啦吼，对，你西三角形吼，这个西。是。西大哈吼，好啦，歹势啦，咱继续读吼。继续，我看卖后壁是也好，西大镜好，写倒一张批，话是讲女学生平安。好，阮的翁仔图真知是恁中间有人暗摕。暗坐好，暗坐摕去看好，
哦，了解了解，说暗坐摕去看，即个暗坐即个词我来查一个暗坐。嘛会使讲暗钱啊，吼，即无共腔口，你会当查看对一个暗钱还是暗坐。我来私底下偷偷做啥物代志，迄个意思。嘿，就是暗，你若写汉字的话，叫做暗劲吼。好，我看我得用，我用暗，因为我毋知伊对即个腔口，咱用汉字来查看觅。暗钱，哦，暗字对对对对，第二底想的是字即个腔口，即个音是暗字。伊讲暗坐是江漳州腔吼。州腔，嘿，所以毋是干那汉字即个，当然就是汉字即个暗钱即个字面上的意思啦，吼但是伊的即个较解说就是讲偷偷啊来，暗中来吼。是毋是形容词啦吼，其实是复数吼，偷偷啊来，暗中来吼。暗钱参详，暗钱抬死吼。是暗字台是暗钱抬死，就等于是暗杀嘛吼，是暗杀啦。暗杀，好，好继续好，暗坐看好，寒冷三寒了解，寒冷三日来，若无三日若来，无来三日来哦，三日来，嗯若无来行摕脚的确毋放冷线。我就有影啦吼。就囡仔去的，即个所以有啥物叫做即个好，驶大虾有无？驶大在虾就是大下哦，对对对超对对，工要甲惊人吓啊，吓吓伊惊嘿。好，好哦，不要讲讲一句平安。1911 11月11月好，中学学生写，好了解到头煞好啊，这部分好，这张批派一个学生摕去下伫因的墙仔内墙仔内，这个墙应该是刚是壁墙吼。壁好，墙仔内，诶，好继续，假日若定规塔规塔的红仔图就显出下伫青城边的冷雾骹，冷雾骹。冷雾是就用树啊嘛，冷雾哦，烟雾是，所以讲冷雾骹就是冷雾树的树骹呢。应该是啊，但是这个青城，青城，是熔层啊，哦，好好，是情嘛，就是熔哦，嘛。了解。嗯，是啊，敢若迄个头前迄段有，互迄个校长接受的迄段，敢若有讲到迄个青啊树，好， OK，好，来我来读一下吼。睇这边。天光学生去顺遐个物，因为挡路遐个图甲旗有倒重，就捡伫草埔内拍。学生去读册时，拄着女学生出来，就将遐个图收去内面，温啊看。哦吼！中学学生来找无，拍算女学学生摕去，使大喊写倒一张批，话是讲女学生平安。阮的红仔图真知是恁中间会有人暗坐摕去看，喊恁3日内若无来行，的确毋放恁煞。平安吼，1911 11月，中学学生写这张批
派一个学生摕去下伫因的墙仔内，隔日若定，规塔的红仔图就显出。下伫青城边莲雾骹。青城。我看卖。有就是这部分有无98页头第一段，迄部分的第一段的第5章，你敢无？就是寿比南山头前迄段迄段，伊就说伫校长的楼顶，就是校长伊的楼的迄个楼的头前，蔡金城，伊敢是迄个为着接收去。布置，敢是布置安排伊迄个。哦，是，但是咱这个情是啥物意思？我煞袂记。我感觉进前咱读时阵是讲迄个就是交情，迄个情的球，用迄个情球啊做一个，敢若车嘿，做一个车的款式。OK， 好。好，感觉继续读。好，咱继续。新的一段好。过几礼拜是旧历，好旧历，你要过年，了解？迄条礼路上，目睭疼，真伤重，临时换中心先生做校长。好，第一段，感觉你来读，这个第一段。过几礼拜是旧历，要过年。迄条礼路上目睭疼，真伤重，临时换中心先生做校长。好，新的一段好来，迄时伫女学有规矩，既若要嫁批，着经过下监过看，才会得嫁去。好，后壁即句拢了解，啊，毋过头一句迄个有规矩。规矩，好了解，是我拄则读到有规矩。好，这句就了解意思啊，有迄个规矩，了解。好，后壁有一个学生，因为咧受无爱册啊，好暗字无爱读，好无爱读。暗字写批转去，你敢有注意到？这个所在伊就写迄个腔口就是暗字，啊头前是暗字，好，暗字写批转去，对是大人参详，迄张批报互先生看，是寄一个朋友的小弟摕出去行。摕出去，这个所在敢若变调也是。我会读摕出去行，出去行，好了解，系行配合。迄个朋友名叫玉柱，伊的小弟咧读中学，名叫雪龙。是甲精生相连，共一个人的意思。共一年的共一年，共一个人。共一个人。共一个人，共人。安尼了解。嘿。这个暗字呢，其实我较早跟甲捌讲过，伫圣经内底学着吼，就是讲一耶稣基督，拄出世迄当就是伊的老爸啦，约瑟知影讲老母玛利亚有心吼所以暗字要想要甲会亲，就是这个暗字就伫咧圣经内底，巴基勒班圣经就是安尼用的暗字这个词。
所以所以这个暗字我嘛是对这个暗字这个书嘛是对把这个把圣经学来。好，了解。后来我读一遍，迄时伫女学有规矩，既若要嫁批，就经过社监过看，才会得嫁去。有一个学生因为得想无爱读，暗钱写批转去，对士大人参详。迄张批无互先生看，是寄一个朋友的小弟摕出去寄。迄个朋友名叫玉子，伊的小弟在读中学，名叫雪龙，是甲真生相连。好，继续吼，阿一段。好，第几日？迄个唔爱读的学生，因厝回批来，是讲我有接到你的批，讲你唔爱读的事。好，继续好，先生。等下哈，等下。好 OK，因厝回批吼，即爱读本条因厝回批来。因厝回批来，好，对，因厝回批来，好，是讲我有接到你的批，讲你唔爱读的事，好，先生开着这张批就叫迄个就叫迄人来问，应该是第7条吼，问。是。问你顶日怎样写批转去，无互先生过看？应讲无，先生讲你唔通白插，这张你看卖，恁厝的人讲有接到你的批，就想要退学。怎样你讲无？好，你一点点无话通用。先生讲，当着甲我讲，你的批是寄啥人去寄？应讲寄玉子。先生讲，安尼好，去叫玉子来。好，了解。这先生实在是，好。来这段我好，是管伤济啊。好，继续。这个规日，迄个唔爱读的学生因厝回批来，是讲我有接到你的批，讲你唔爱读的事。先生开着这张批，就叫迄人来问你顶日怎样写批转去，无互先生过看。应讲无，先生讲你唔通白插。这张你看，这张你看卖，恁厝的人讲有接到你的批，在想要退学，怎样你讲无？伊点点无话通用。先生讲，当就甲我讲，你的批是寄啥人去寄？因讲寄玉子。先生讲，安尼好，去叫玉子来。好，继续吼，阿一段。好，等一下，好，玉子唔知头天，好，这个我查一个，迄个头天，唔知头天，头天，我嘛查是啥物意思哈？嘿，我们汉语大概我知影是对一字啦吼。但是唔知。我这个我毋捌你讲过吼。敢是我找唔到。那刚才讲，不知缘由安尼吼，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哈。
了解。无这个事啊。在头天，系啊，拢找来拢，敢若找迄个出头天，迄个头天尔，叫奇怪。在头天，在头天，拢无。系啊，找台语嘛无。系啊，我找台语要找无，我看觅。毋过，是较新的迄个台华书店才有出现。伊讲毋知头天是毋知影发生啥物代志的意思。对。看觅，不明事理，不知天高地厚。毋知头天。毋知头天，嘿。这家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哈，应该是安尼。知影，毋知头天。为什么照你来讲，出师线有写着迄个毋知头天，即个应该是真早就有出现的讲法。对啊，毋知怎会无收。对啊，毋知头天。好，起来，我来记。出台语完全无，你都讲的什么台话是安怎查着？是用迄个写迄个头天，然后迄个吹方式，用迄个相关的，毋是用当。用汉字册就对了吼。我用迄个白话字嘛是找有，毋过就是高选出迄个就是相关的。选相关的，毋是选。出头天。伊遮拢毋是出头天，毋知头天啦吼，不明事理，毋知天悬地雨晓。毋捌头天。系啊。OK， 这记起来好啊。好，继续。玉主毋知头天，先生问伊：你啥事甲人暗坐去夹被？讲我无。先生讲：啥事欺骗我？好，这张被讲我有接到你的被。好，安尼，迄张被伊讲是你家己摕去寄，怎样无？先生我无，迄是阮小弟顶日来找我，好，顺线互伊摕去。先生讲好，后摆着说你。好，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玉主毋知头天，先生问伊：你啥事甲人暗坐去寄被？讲我无。先生讲：啥事欺骗我？这张被讲我有接到你的被，安尼迄张被伊讲是你家己摕去寄，怎样无？先生我无，迄是阮小弟顶日来找我，顺线互伊摕去。先生讲好，后摆就说你。好，敢若继续读，要是2分钟，我看嘛，无咱拄好读到遮好啦，伊个拍册啊，拄好一段安尼吼。嘿，拄好是一部分。好，咱后尾再个对这100页这才开始读起，吼。来读迄个历史。好，咱来读这个基督教的历史。